阿爹50大寿那晚，忽然从龙椅上栽了下来。等我们一众兄弟姐妹跪在床前，他起先是清醒的，一个劲儿地嘱咐皇兄，他的身后是切莫铺张，一切从简。后来他的神情逐渐恍惚，探着脑袋朝床边望去，平安呢？我的平安去哪里了？他瞧见坐在床边的我，眼睛一亮，平安。后来他自己摆摆手，你是花儿，不是平安。我忍不住了，扑在他的身上哭起来。皇兄也红了眼眶，爹呀，平安早不在了呀。阿爹颤巍巍地问出声，好好的姑娘，怎么就不在了呢？他忽然死命地抓住皇兄的手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你给我记住，从今儿起，大宋的女儿不准和亲。就算是要亡国了，敌人打到了京城门口，阿爹深吸了一口气，只要大宋还有一个男人在，哪怕是战死都不能和亲。皇兄咬着牙一个劲儿地点头，爹您放心，我在心里记得死死的，一辈子也不敢忘。阿爹这才笑了，叫了一声平安的名字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我叫李欢，10多年前摇身一变，从屠户的女儿变成了大宋的公主。主要是我有一个争气的爹。前朝末年战乱四起，民不聊生，眼瞅着家里即将揭不开锅，阿爹用15吊铜钱将自己卖给了起义军。许是多年的杀猪经验，让阿爹将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威，再加上为人豪爽仗义，阿爹竟然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头领。无数文人武将听说阿爹的贤德名声，纷纷前来投奔。渐渐的，阿爹的队伍越做越大，直接一路打到了京城门口。早早的候在京门的百姓欢呼雀跃，热心的替阿爹从城门里打开了大门。于是阿爹不费一兵一卒就推翻了腐烂的前朝，建立大宋，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。阿兄摇身一变，成了大宋第1位皇太子。我也从一个乡野丫头成了大宋最尊贵的公主。这段历史，阿爹年年在他生辰宴上提起，每次说到这儿，他总是醉醺醺的，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要不是平安，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哪有机会坐在这里吃穿不愁？阿爹迷离着眼睛，指着我和阿兄嚷嚷着，没有半分皇帝的模样。阿兄不说话，端着酒坛子咕咚咕咚地喝到了底。我低着头，慢慢地红了眼睛。阿爹说的不错，要不是因为平安，他怎么会参军？不参军，他又怎么当皇帝？他不当皇帝了，我们怎么会有如今的好日子？你问我平安是谁？平安就是平安啊！平安就是希望平安能够平平安安。平安是阿爹的第1个孩子。阿爹是一个混迹街头、游手好闲的孤儿，19岁那年和同样是孤儿的娘成了亲。第2年，阿娘便怀孕了。生产那天，阿爹蹲在房门口听着娘喊了一夜。阿爹说那天他手抖了一晚上，生怕出现什么一尸两命的破事。第2天一大早，接生婆抱着个娃娃笑着从房里出来，李家小子，从今往后不许再混了，要好好的给你家姑娘攒嫁妆喽。阿爹直接愣住了，颤巍巍地伸出手就想要抱抱娃娃，结果接生婆一个巴掌拍在他手背上，杀千刀的，你当爆珠呢？小娃娃脑袋脆得很，你给我轻点使劲儿。阿爹说当时他被那接生婆骂得大脑一片懵，等回过神来，小娃娃已经被他端在手里了。没错，就是端。阿爹弯着腰，2只大手捧着襁褓里的小娃娃，全身僵硬的连动也不敢动。他屏住呼吸，瞧着手心里的小娃娃，小小的一团，闭着眼睛哼哼地撅着嘴巴。阿爹说当时他的心都要化了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娃娃？其实这话我总是十分疑心的，因为后来我的皇帝皇妹们出生时，我都去瞅了瞅，脸皱巴巴的，
一个赛一个丑，哪里有阿爹形容的可爱？那时阿爹抱孩子已经很熟练了，比那些第一次做娘的妃子们都熟练。那些嚎啕大哭的弟弟妹妹一被阿爹抱进怀里，立马止住了哭泣，乌溜溜的大眼睛转着，咯咯的朝阿爹笑个不停。阿爹盯着他们瞧了半天，平安当年也是这样咯咯的冲我笑的。平安出生后，街坊邻居悄悄地和阿娘咬耳朵，说阿爹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再喝酒闲逛，游手好闲，借了些银子开起了杀猪生意，闲暇时就待在家里逗平安玩。平安1岁的时候生了场大病，连续高烧不退，小脸憋得通红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那时候正值严冬，阿爹将平安裹得严严实实，自己穿着单衣便跑着去了街上的药馆，大夫打着哈欠开了几副药，能不能退烧便看天意了，不死恐怕也得烧坏脑子，老弟做好心理准备吧。阿爹抹着泪从药馆出来，一步步地顶着寒风朝家走，一碗药喂进平安嘴里还是不见好转，娘抱着平安哭得死去活来，阿爹一言不发，赤裸着上衣在外面冻了半个时辰，回来的时候哆哆嗦嗦，嘴唇冻得青紫，然后把平安裹在怀里。平安滚烫的身子靠着凉意舒服地哼哼出了声。阿爹瞧见了希望，就这样进进出出几次，平安的体温渐渐地降下来了。等第2日，阿爹从床沿边醒过来的时候，平安正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瞧着他，见他睁开了眼，平安咧了咧嘴角，含糊不清地吐出一句大大。那是平安第1次喊人。膀大腰圆、身高7尺的男儿忽然就哭了。平安那个时候就开始叫平安了，因为阿爹希望平安能够平平安安。后来平安长大了，平安不仅没有烧成傻子，反而成了满街上最俊俏伶俐的小姑娘，小脸蛋、大眼睛、高鼻子。阿娘替她扎了2个小揪揪，穿着干干净净的小裙子。平安哪怕不说话，只要安安静静地站着，那颤啊颤的眼睛仿佛能勾人似的，直叫人心都软了。哪家的大人在街口瞧见平安，总要听着平安奶声奶气地喊一句叔叔婶子才舒心。各家的臭小子总拿着各样糖果围在平安身边叫妹妹。阿爹瞧见后愤愤不平，一群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。骂完阿爹，又将刀磨得飞快，说要赚钱替平安攒嫁妆。阿爹又在院里大树底下埋了3坛女儿红，说要留着等平安嫁人那天和姑爷喝个痛快，喝不倒我，别想将平安娶回家。后来阿爹做了皇帝，还不忘将那3坛女儿红从老家挖出来带进宫里。我同下面的弟弟妹妹在宫里玩捉迷藏的时候，险些碰碎了1坛酒。阿爹扬起手在空中举了半天，最后叹着气走了。平安比你岁数还小的时候早就懂事了。阿爹说他收起摊子回家，平安总会眼巴巴地蹲在门口等着他。一瞧见他的身影，整个人轻盈得像只蝴蝶一样扑进他的怀里，然后悄悄地将左邻右舍给的糕点掏出来，爹爹吃。平安特意给爹爹留的，爹爹说当时他的心都要化了，他只要一闭上眼，总会想起多年前平安不吵不闹，坐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盼着他回来的样子。平安5岁那年，阿兄出生了。阿爹觉得从名字上看出是一家人，于是平安的大名便叫做李安，乳名还是平安，不过大家都还是习惯叫他平安。阿兄叫做李定，没有乳名。阿爹说臭小子有个名叫就不错了。渐渐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，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，阿爹的猪肉铺早关门了，人自己都养活不起，哪儿还有功夫养猪呢？瞧着饿成一把骨头却不吵不嚷的平安，
再看看尚在襁褓的幼儿和躺在床上虚弱的娘子，阿爹又一声不吭地报名参加了起义军，用自己换了15吊铜钱。阿爹参军那天，平安抱着他的腿，死死地咬着牙，不想让他走。阿爹不敢跟平安对视，红着眼扯下平安的小手，便大步流星地跟着队伍走了。等走出半里地，我悄悄地回头望了一眼，平安还站在原地呢。阿爹将杯里的酒一仰而尽，沉默着便不再说话了。平安打小就招人疼呢，跟着阿爹一路打天下的叔伯将军们红着眼开口，然后也一口干了酒杯里的酒。阿兄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替他们满上。顾伯伯瞥着他苦涩地笑骂了一句：“这小子都成大人了，当年刚来军里，畏畏缩缩地躲在平安身后，不敢抬头呢。”这话得了众人的响应，纷纷点头。皇兄抿了抿嘴：“叔啊，如今不敢躲了，平安走了，我就成了他后面一窝兔崽子等遮躲我身后呢。是啊，皇兄成了我们这一辈最大的那个，站在了平安的位置上，他大抵是更能体会到平安的辛苦。”阿爹参军后，平安越发懂事起来，每天帮着娘洗衣做饭，还承担了照顾阿兄的责任。阿爹每个月总会寄钱回来，那天便是平安最快乐的时候。平安12那年，阿爹已经在军里有不小的威望，恰逢他们行军经过老家，阿爹便摸黑从墙上翻进了院子里。我一翻进院子里，就瞧见个小姑娘愣在院子里。7年没见，可我一眼就知道那是我们家平安呐，和小时候一样俊。阿爹咂摸着嘴，也不知道回忆起什么来。平安，我是7年未见。阿爹见着平安，舌头便打起结来，激动得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阿爹小心翼翼地朝后退了2步，生怕自己吓到了平安。平安的大眼睛忽然蓄满眼泪，叫了一声爹，就扑进他的宽厚怀抱里，呜咽呜咽的，和小猫似的。真舍不得呀，可阿爹还是走了，趁平安睡下，亲了亲他的额头，然后抱了抱阿娘，头也不回地翻出了院子。第2年，阿娘就生下了我。阿爹来信说，这孩子叫李欢吧。可惜生下我不到半年，阿娘便走了。这样说来，我和阿兄其实都是平安看着长大的，不过13岁的孩子，却已经是2个娃娃的奶妈子了。阿兄告诉我说，我是在平安背上长大的。小时候一瞧不见平安，你总是哇哇的哭，平安只能一边背着你，一边去河里洗衣，去厨房做饭。现在想想，平安真不容易，他自己还都是个孩子。阿兄感叹着。是啊，他自己都是个孩子，可他从来没饿着我和阿兄。与同龄人相比，我和阿兄是穿着最整齐、脸上肉最多的小孩，可平安与同龄人相比，他的手是里面最粗糙的那个。阿兄曾问过平安委不委屈，平安淡淡地瞥了一眼，拿着一堆破木头当宝贝玩得正欢的我没说话。那堆破木头是平安2岁那年阿爹亲手给他做的玩具，木马、轮船、长枪。轮到阿兄的时候，这些玩具已经蒙上一层灰。等到了我，便只剩一堆散架的破木头。阿姐是唯一一个在阿爹膝上长大的孩子。2岁那年，爹回来了，将我们姐弟3人接去了军营。那时候平安已经15岁了，更贴心了。营里只有一群糙汉子，衣服破了也不知道补，脏了从河里滚衣圈继续穿，吃食和营里养的猪吃的一模一样。自打平安来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叔伯们衣服上的破洞全都补好了，而且都别出心裁地补成各式的图样。一掀开营帐，不再是以往的臭汗味儿，满鼻里都是皂粉清香。每日一到饭点儿，一帮大老爷们便早早地闻着饭香蹲在厨房门口了。
平安好哇，平安是咱们贴心的小棉袄，他们都这样说。只是苦了阿兄，平安乖巧贴心，我年纪又小，阿兄变成了一帮爷们训练使唤的对象，每天不训到湿透衣衫是绝不罢休的。阿兄白天在舞场上咬牙坚持，可晚上一见到平安，泪水就哗哗的收不住了。平安一直都是阿兄的避风港。阿兄今年20多了，可他遇见伤心事，总喜欢提着一壶酒在阿姐宫殿前静静地坐上一夜。平安18岁那年，阿爹打进京城做了皇帝。阿爹下的第一份诏书，便是封平安为公主。阿爹将最大的宫殿挑给平安做寝宫，殿名就叫平安宫。阿爹说他这辈子亏欠最多的，除了阿娘便是平安。参军是为了让平安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平安过得更辛苦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平安从此就是大宋最尊贵的公主。阿爹说他要将世间最好的东西捧到平安眼前。可惜平安才过了半年安稳日子，前朝腐败民不聊生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好不容易止战，南方发了大水，淹死了无数百姓，北面逢大旱，颗粒无收。阿爹愁得3天没吃饭。谁知北疆的犬戎趁火打劫，集结大军驻守在北疆城门下。犬戎并非是想要一举南下，他们只是想要从中捞取一杯羹。他们要北方的6座城作为休养生息的根据地，同时提出愿求娶大宋公主，以结秦晋之好。阿爹只有2个姑娘，我当时不过5岁，除了平安，他们求娶的还有谁呢？信使将消息带回大宋，阿爹当即抽出佩剑，将桌子一砍为2，一脚踏进棺材的王八蛋，想要娶我的平安，做梦去吧！消息传到平安宫，平安什么也没说，他在店里坐了一下午，然后起身去了太极殿，跪在殿外自请和亲。你知道犬戎的可汗今年多大了吗？阿兄暴怒跳脚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他们那里的女人父死子继，活得生不如死吗？知道。阿兄哭得死去活来，可平安一脸平静。大宋不能再打仗了，平安轻轻地开口。新朝始建，国库空虚，天降大灾。若我一人便能免除万家生离死别。值了。阿兄不再说话，他盯着平安的眼睛，沙哑地问出了声：顾志远怎么办？平安瞬间红了眼眶。顾志远是平安的心上人。顾志远是顾伯伯的儿子，他同阿兄是营里小辈的翘楚，14便跟着顾伯伯上战场，立下大大小小无数战功。阿兄也很佩服他。顾志远生得很英俊，浓眉大眼，宽肩窄腰，很配平安。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好上的。总之有一天，阿爹瞧见顾志远骑马环着平安从后山回来。阿爹盯着他们瞧了半天，一直到顾志远扶着平安下了马，然后讪讪地来到阿爹面前，叫了一声叔。跟我来。顾志远乖乖地跟着阿爹上了擂场。当日全营的战士们都沸腾了，阿兄挤在人海里将我举在头顶，瞧着这场比试。顾志远挨了打，阿兄担忧地叹一口气。顾志远躲过阿爹的长枪，阿兄也要叹气。当时我觉得阿兄奇怪极了，他到底站哪一伙？怎么顾志远赢了、输了都要叹气？顾志远一共在阿爹长枪下过了30多招，最后一招时被阿爹掀翻在地，长枪直接顶住了他的脖子，再往前1寸便当场毙命。在场人惊呼出声，顾志远的爹顾伯伯却笑着抿胡子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。拱了人家的白菜，总得让他爹消消气不是？阿爹果真收了枪，一把将顾志远从地上拉起来，半天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：武艺不错。顾志远咧着白牙笑了：谢谢叔，
后来顾志远和平安就正大光明地牵起了手。顾伯伯嘚瑟地笑着，一口一个未来儿媳妇，直叫的其他书办们牙痒痒。看见自家的兔崽子便一顿骂，嫌他们没本事获取平安的芳心。顾志远答应平安等战事结束便将他娶回家。犬戎和亲的消息传到大宋时，两家三书六礼已经走了一半，平安马上就能成为顾志远的妻子。阿爹的太极殿一晚上没熄灯。当年军营里风尘的叔伯都进宫了，个个都穿着铠甲，顾志远也在里头。要想娶平安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书办们瞪着眼，拳头敲得铠甲砰砰响。请陛下下令，志远愿意率军北上抗击犬戎，不破犬戎，臣是死不回。平安是个好姑娘，平安从来都是个招人疼的好姑娘，她对书办们的好，他们都记在心里呢。大老爷们聚在一起，总免不了喝得醉醺醺，闹到半夜也不散场。平安不吵不闹，端着一碗碗醒酒汤站在你面前，长睫毛密密地颤着，大眼睛柔柔地瞧着你，到嘴边的酒怎么也咽不下去了。阿爹和一众书办们脾气火爆，遇见犯错的下属，一个大嘴巴子赏下去。平安温声细语地在旁边劝着，对着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这一巴掌怎么也打不下去。战事繁忙，军营里的汉子没空看孩子，他们都是平安瞧着长大的。谁小的时候没让平安洗过尿布呢？谁没扑进平安怀里求抱抱呢？平安是个懂事的好姑娘。阿爹痛苦地闭上了眼，他舍不得平安啊。后来平安进来了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阿爹颤巍巍地下了一封旨意，命平安即日北上和亲。北上的日期渐渐地近了，阿爹手忙脚乱地替平安准备嫁妆。听说犬戎不吃谷类，阿爹便准备了一车黄豆；又听说犬戎干旱养不活水果，阿爹准备了3大车的水果种子。平安和亲那一天，满城的百姓自发出来跪送他，因为平安，他们免去了妻离子散的下场。10多年后，大宋还有人记得我，我便知足了。平安说完这话，转身上了花轿。我和阿兄跟在后面追，可惜越追越远，后来远到缩成一个黑影，彻底的从眼前消失。再也没有人打雷夜替我捂住耳朵哄我睡觉，没有人温柔地替我扎起一个又一个好看的小辫儿。我伤心，顾志远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自请护送平安北上，即将跨过长河到达犬戎营地那个晚上，顾志远在平安的帐前哭坐了一夜。后来平安从帐里出来，两人定定地瞧着对方，眼里都含着泪花。袖子破了，我替你补补袖脚吧。这次想补什么样的图案？鸳鸯。好。一如以往在军营里，平安低着眉仔细地捏着绣花针，顾志远安静地坐在平安身边望着他。只是这次顾志远笑不出来了。后来袖脚补完了，两个人还是安静地坐着，静得只能听见晚间浪水奔流的声音。平安抬头望向星空，今晚的月亮真好看。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瞧一眼大宋的月亮。能。顾志远扭头看着他，眼底一片红。你等我，等我带你回家。平安笑了。我等你。那天清晨，顾志远将长刀插在犬戎的土地，剑身争鸣，掷地有声。今将我大宋宝珠送到贵国，若让他受了半分委屈，我大宋100万铁骑整装待发，定踏平犬戎每寸土地。少年将军紧紧地攥着刀柄，双眼猩红，浑身颤抖。宫里的那3坛女儿红到底没有机会开坛了。阿爹越来越像一个皇帝了。太极殿夜夜亮着灯，我劝他保重身体，他说他不能歇，大宋早一天强起来，平安就能早1日回家。
平安等着阿爹去接他呢。阿爹板起脸越来越威严，可一提起平安，皱纹里的笑半分也藏不住。平安不在，再也没人能劝住阿爹收敛脾气了。可平安走了，阿爹仿佛被抽走了全部力气，再也没有发过脾气了。唯一一次是查到了前朝的一个降臣贪污，阿爹瞧着奏折上记录贪污的天文银两，铁青着脸一脚踹上他的心窝。你的姑娘穿金戴银，生活优渥，凭什么我的平安就要背井离乡，跑去那荒的连草也不长的地方和亲？凭什么？当时要是有这么些银子赈灾救人，我的平安怎么会去和亲？那人不知道触动了阿爹哪根逆鳞，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。阿爹气不过，上前又补了2脚，等工人将他拖下去。望着偌大的空荡荡的宫殿，阿爹捂着脑袋无助地蹲在地上。阿爹没事，他只是想平安了。皇宫里越来越热闹，皇帝皇妹接连出生，不过他们都怕阿爹，只有我和阿兄不怕。他们叫他父皇，我和阿兄叫他爹。从我下面的弟弟妹妹起，阿爹给他们起名都要带一个安字，李念安、李义安、李愿安、李长安。等他们会认人了，阿爹就将他们一个个地带到太极殿里，指着墙上的一幅画同他们说：这是你们的大姐姐，她叫平安。平安是个很好很好的姑娘。阿爹一直记得平安和亲前说的那句话，他怕大宋忘了平安，怕所有人忘了平安。河宫的皇子皇女不认识他可以，但没有人不认识平安。他们都知道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大姐姐，她为了大宋自愿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大姐姐叫平安，是个好姑娘。后来又过了许多年，顾致远已经成为京里炙手可热的婚嫁人选。不少大臣求着阿爹同顾家联姻，阿爹还没来得及表态。顾致远和顾伯伯第2日上朝的时候，穿着昔日军营里的旧衣来了，上面补满了云朵、竹子、白鹤，全是出自平安之手。新晋臣子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斟酌着开口询问。顾致远一脸柔情：昔年还在军营的时候，我未婚妻绣上去的。顾伯伯笑着，眼里分明带泪，这是我未来儿媳妇给我补的衣服。后来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了，再也没人提出要给顾致远赐婚的事了。渐渐的，往日在军营里声如洪钟的书伴们变得苍老起来，一场大雪蔓延开来，带走了其中几个书伴。临死前，阿爹去看他们，他们紧紧地攥着阿爹的手，别忘了把平安接回来。他们到死都还记挂着平安。平安是在10年后回来的，那时候大宋国力强盛，四海无敌。阿爹迫不及待地与犬戎写信谈判，可他们告诉阿爹，平安在几年前便死了。阿爹晃了身子，直挺挺地从台阶上栽下来。平安在10年后回来了，可惜回来的只是他的一坛骨灰。公主刚嫁过去的时候，可汗已经60多岁了。新婚那夜，公主哭了一晚上。后来奴替公主清理身子，公主身上遍布淤痕。后来老可汗家暴便是常事，公主身上没有一片好肌肤。犬戎的大妃们瞧不上公主，各种阴损毒计朝公主身上招呼。奴说传信给大宋，公主不让。那几年正是大宋最艰难的时候，公主说不想让陛下担心。后来老可汗死了，新可汗上位，公主又做了他的妃子。起先日子渐渐的好过了，可新可汗是个好色的，总觊觎着公主带来的侍女。公主护着我们，那新可汗恼羞成怒，也开始打骂公主。公主生生的被他打到流产，月子里又被逼着同房。后来身子渐渐的垮掉了，回来的侍女跪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告诉了阿爹，平安在犬戎快10年的生活，是阿爹从未想到过的。
阿爹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一巴掌扇向了自己的脸颊。工人不敢拦，眼睁睁地瞧着阿爹扇了自己一掌又一掌。扇完，阿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死死地抱着那坛骨灰。平安呐，你疼不疼啊？爹后悔了呀。阿爹在太极殿的地砖上躺了一夜。第二日，阿爹重新穿上了铠甲，不顾群臣阻拦，决定御驾亲征，挥师北上。顾志远和阿兄都去了。走的那日，我在城楼上送他们。我瞧见了他们眼里分明的恨意，撕心裂肺，像狼一样。据说不到10日，大宋军队便将犬戎可汗的头颅斩于马下。顾志远杀得最狠，据说一踏进犬戎的地界，见人便杀，最后满脸满身全是红彤彤的一片。顾志远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被阿爹一枪挑到地上的少年。从北疆回来，他日日泡在军营里训兵练武，亲手缔造了大宋最强悍的军队，名字叫平安军。他心心念念的要带平安回家，带平安瞧一瞧大宋的圆月。可惜再也没机会了。打到最后，犬戎没人了，他们哭着请求大宋放他们一命。阿兄双眼猩红，放你们一命？那当初你们怎么不放平安一命？若让大宋宝珠受到半分委屈，大宋铁骑将踏平犬戎每一寸土地。他们做到了，可平安永远不在了。平安孤零零地死在了异国他乡。那么好的平安，不吵不闹的平安，安安静静的平安。宫里的那3坛女儿红到底开坛了。打北疆回来后，顾志远便请求阿爹赐婚。10年前我与平安定下婚约，如今他回来了，我自然要娶她回家。我答应过平安的。顾志远就这样抱着平安的牌位拜了天地，成了亲。奈何桥边他不敢不等我。顾志远低头望着平安的灵位，满眼笑意。成亲那天晚上，阿爹将那3坛放了20多年的女儿红开了坛。他和顾志远面对面的喝到天明。顾志远没喝过他。阿爹笑着指他：“你没喝过我，今晚不许见平安。”笑着笑着，阿爹忽然就哭了。阿兄在平安宫门口沉默地坐了一夜。我忍着泪熬夜绣完了一个香囊，这是我送给平安的新婚礼物，鸳鸯戏水，两心相许。平安走后，阿爹对政务失去兴趣。本来他就是为了接平安回家，现在平安不在了，他一下子像老了10岁。阿爹将政事全部交给阿兄处理。阿兄怎么做，阿爹一点也不干涉，但只有一点，阿爹不允许和亲，不接受他国联姻。阿兄越来越成熟了。其实阿兄一直都很能干，可只要平安在，大家总觉得他还是那个躲在平安身后的小男孩。连阿兄都这样觉得。阿爹是忽然倒下的。阿爹50大寿那晚，从龙椅上栽了下来。等我们一众兄弟姐妹跪在床前，他起先很清醒，一个劲儿地嘱咐皇兄。他的身后是切莫铺张，一切从简。后来他的神情逐渐恍惚，探着脑袋朝床边望去。平安呢？我的平安去哪里了？他瞧见坐在床边的我，眼睛一亮。平安。后来他自己摆摆手，你是花儿，不是平安。我忍不住了，扑在他的身上哭起来。皇兄也红了眼眶。爹呀，平安早不在了呀。阿爹颤巍巍地问出声。好好的姑娘，怎么就不在了呢？他忽然死命地抓住皇兄的手，眼睛瞪得老大。你给我记住，从今儿起，大宋的女儿不准和亲。就算是要亡国了，敌人打到了京城门口，阿爹深吸了一口气，只要大宋还有一个男人在，哪怕是战死，都不能和亲。皇兄咬着牙一个劲儿地点头。爹您放心，我在心里记得死死的，一辈子也不敢忘。阿爹这才笑了。
叫了一声平安的名字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平安啊，别怕，爹爹下去陪你了。后来过了很久很久，久到阿兄蓄起了胡须，久到阿兄有了许多许多孩子。等他们会认人了，阿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们一个个带到太极殿里，指着墙上的画同他们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姑姑，她叫平安。平安是个很好很好的姑娘，满宫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姑姑，姑姑叫平安。”后来阿兄新设了个上书房，允许皇族的孩子来读书，无论男女。上书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孩子。开堂第一课，太傅不是讲怎么兴国，而是讲亡国。你们记住，就算是要亡国了，敌人打到了京城门口，只要大宋还有一个男人在，哪怕是战死，都不能和亲。太傅威严的声音从堂前响起，接着他讲起平安的故事。学生个个抹着泪水，其中里面最小的一个姑娘咬着牙站起来：“男儿战沙场，女儿守社稷。就算要亡国，我们女儿一样可以上战场。我们从现在开始和男人一样练武。”满屋的小姑娘边抹泪边点头。太傅欣慰笑了。于是阿兄又新设了个学武场，男女一起接受武学训练。顾致远的身子渐渐的不大好了，早些年练武练得狠了，身子伤了根本，可他不肯接受太医诊治。阿兄去劝他，他笑着摇摇头。阿兄叹着气走了。在一个月亮很圆的夜晚，顾致远穿着那件补着鸳鸯的衣服去找他的平安了。那晚的月亮是平安走后最圆满的月亮，圆满的那么不真实。后来又过了很久，阿兄已经很老很老了。有一天他忽然倒下了，死之前他紧紧地握着太子的手：“你记住，要做我大宋的皇帝，第一点就是永不和亲。我大宋的姑娘个个娇贵，永远不能做政治的牺牲品。若后世皇帝有违此规，全大宋人人可讨之。”太子含着泪举起手发誓。阿兄这才舒了一口气，笑着叫了声平安，便闭了眼。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开始的，也不知道谁先发起的，总之民间陆陆续续地建起来一座座雕像。年轻的父母指着雕像对怀里的娃娃说：“这是平安公主，当年为了咱们大宋的百姓，嫁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平安公主救了许多许多人的命，你们要永远记得她。你们更要记得，大宋的姑娘个个娇贵，大宋姑娘不和亲。”娃娃们坚毅地点了点头。彼时是平安走后的第40年，大宋没有遗忘她，我也很想她。后史书载，大宋建国100余年，自平安公主始，未有和亲之例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姑娘，一个坚毅、善良、安静的姑娘。姑娘叫平安，因为大家都希望平安能够平平安安。